母音係 A、E、I、O、U 呢啲高音，亦都係長音。佢哋嘅短音係呢啲嘅頭音 ，as、s、is、o、as、r、e、o、佢哋嘅高低中音調係呢以拼音法嘅5步，第一步係分音節，子音帶母音嘅音節，子音帶母音嘅音節。第二步係分音律，3個音節一定係高、中、低 （high、mid、low）， 中、高、低。第3步拼上，第4步拼下，拼每一個音節都係母音加尾音再加頭音。L 有3個音 ，L、L、O， 佢嘅尾音係用母音嚟到讀出嚟嘅，係母音 O， 長音 O， 長音 O 就係 O。你見到個 L 喺一個音節後邊嘅話，前邊係 A、E、I、O、U 又話乜嘢？唔好理佢，就當佢係 O。M 麻佢嘅頭音係麻 O， 毛麻 O 毛呢個低音係要毛讀到出嚟啦。R、A、E、O、係 E。M 麻佢嘅尾音係N 拿佢嘅頭音係拿念中音係念 animal A 係 N 拿佢嘅尾音係高音係 animal。拼下邊呢度冇得改，兩個都係低音，前邊係 animal。第5步，第一個比較係邊個讀出嚟最快、最容易、最順口、最好聽。animal，多數係上邊呢個讀出嚟係最容易、最快、最順口、最好聽。第二個比較係比較兩個高音係邊個高音出嚟嘅地方係比較高。7個地方，鼻嘅高中低，喉嘅高中低，口腔裏邊嘅腭喺正中間。係呢度出嚟嘅。嗰個 N 音喺上邊嘅，所以 N 係比較高，所以呢個字嘅讀法係 animal。喺呢度讀嘅話，你讀得快嘅時候，呢個就係讀個 E 嘅聲音 animal 變成係 animal。呢個係一路歷史一路落嚟嘅話，讀每一個字英文字都係讀得最快就最容易讀，所以 animal 用嘅 animal 比 animal 係慢啊，所以 animal 係最快嘅，所以呢個字正確嘅讀法就係 animal。The rescued animals were freed after years of living in captivity. The rescued animals
were freed after years of living in captivity.